1萬嘅預算，千祈唔好買手壓。呢個係錢錢咧用最多粉絲嘅經驗俾大家嘅建議，因為1萬以內嘅手壓咧，基本上咧都係冇種水嘅。譬如呢種裸底嘅一種手壓，種唔夠老或者水頭唔夠嘅手壓，要麼戴起嚟就發黃發灰，要麼就係佢顏色好光。你想請一啲品質翡翠，越戴越能夠滋養自己，不如用1萬嘅預算去請一啲種水貨嘅吊墜。首先咧，佢翡翠嘅品質係唔差嘅，戴住係件冰透感，佢個扣頭嘅鑲嵌相對會簡單啲。戴住呢啲上身，係咪佢質感係好夠嘅？呢個白冰嘅葫蘆係咪佢睇上去好夠？咁呢啲萬零蚊嘅預算，咁你見佢咁靚，係咪你就會日日戴住呢片樹葉咁冰感咁有感覺？咁呢啲先至係大千嘅價錢。戴上身嘅時候有顏色啦，種水又夠嘅時候好舒服。仲有大盤嘅冰冰潤潤嘅一啲豆葫蘆、安扣同埋一啲雙合。如果一定要請手壓，咁錢錢當然建議大家就係請一啲2萬以上嘅，佢個種水相對嚟講就好啲。10萬以上，咁佢先係水頭係足夠，而顏色咧又夠 OK 嘅。如果係中大萬、小中萬嘅，都係建議戴一啲冰情綠底，或者係戴一啲飄花呢啲嘅手壓，個底子足夠老、足夠好。中意翡翠嘅朋友，不妨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